114年全国语文竞赛台湾汉语朗读文章高中学生组先强编号2号起分神录音糙米露点丝物起子法研作头摆阿爸的河巴埔有一地梯种枇杷同红果桃还有其他嘅壮度嘅阿叔阿伯也伫隔壁种地嘅杨桃葡萄梨嘅野豆河巴嘅枇杷園較平洋好做勢不過愛去河巴園還有一項挑戰就是愛草流浪過河巴河巴水太又急有30-40公尺闊也到阿叔阿伯也是淡過幾下多竹江橋不過不是結構就會本水打走果不講大家出錢出力來一條鋼索做流浪張喜事是用太米路藤麻索嗰件鐵線鉗做流浪還要用人力來米下將改用天通嘅拍鐵欄嘅流浪鐵擺做流浪又強又好阿爸先溜過河巴埔嘅鄉阿妹同流浪來轉來佢求黑索嘅含藝1米路度粗好各位同做事愛用到嘅加拉火水同飯包做下標1米路度就同阿爸約束順勢同米路送出去嘅流浪溜當腳一下就溜到河巴東岸我嚇一下佢都太麻煩阿爸的這片實力過來同我來到家身邊等嚇到面落牆嘅我踏出米路還個同同事拿手了後就問阿爸同阿妹約束阿妹就同流浪來轉去將坐等流浪同阿爸兩片鄉聽來當腳就過河巴咧萬事起頭難有經驗了後我膽就卡菜咧曉得享受坐流浪嘅滋味咧嘅小生誒就溜到1-20公尺遠嘅足跡何必也下嘅雲霄飛車去河巴園聽書如何坐兩轉嘅流浪也係本愛親好嘅獎勵一天嘅下晝頭接上會打風刺那卡做落我哋就歇困一下等雨停再過鐘那係卡暗張落阿爸就會變工轉做呀有一擺4點空嘅就落太雨阿爸看總上色咧就喊大家叔叔啊愛轉嚟去到流浪頭讀到開店葡萄嘅阿平數天來行含標燈一擔佢原本按算自家來試轉流浪同葡萄再轉屋卡熱心嘅阿爸就同佢聽書一下同一籠葡萄向下坐過河巴緊落河巴水緊張起來太人去到太米路度緊來索嘅土河我愛愛個河巴嘅阿妹喊愛愛坐河到河巴東岸嘅水沙浸到米路帶我嘅師傅念時就點到嘅平平涼涼嘅河巴水看見嘅黃泥色嘅太浪跑進來實在講得人講我遠定唔敢叫這麼簡單將愛到眼順也下想起嘅糙米路點師傅嘅事情
好笑又心酸。阿妹讲，佢当时等到流浪头嘅嗌，未惊嗌会本水打走，样样软落一层皮嚟呢。